各位聽眾大家好，屬於疤痕體質嘅人士，即使細小損傷都有可能誘發疤痕增生，甚至更嚴重嘅蟹足腫。呢個唔單止影響外觀、痕痛等症狀，更會造成極大困擾。不過唔少蟹足腫患者存有種種誤解，例如誤以為蟹足腫冇得醫，或者以為會自己好返，最終導致病情惡化，令往後嘅治療更複雜。今日我就會同大家講下現蟹足腫治療嘅嚴重後果。如果唔積極治療蟹足腫，或者治療後疏於覆診跟進可能會導致以下三大後果。第一喺生理層面蟹足腫好可能會越嚟越大啊，越嚟越厚啊，甚至係蔓延到其他部位。如果蟹足腫生喺關節嘅位置，更可能影響嗰個日常嘅活動啦。此外，蟹足腫、紅腫、痕痛等症狀亦都可能變得更嚴重嘅。喺一啲病例，患者嘅毛囊或者皮脂腺可能阻塞，導致含膿、發炎等情況。第二喺心理層面係隨住蟹足腫越嚟越大，外觀影響以致患者所承受嘅情緒困擾都會越嚟越大。唔少患者都反映曾經因為蟹足腫問題而失眠、俾人歧視受朋輩排斥，又或者限制咗衣着嘅選擇。第三喺治療方面當蟹足腫嘅病情越嚴重，治療會越複雜，費用會越貴，復發率亦都會更高。例如果發病初期求醫並定期復診跟進，以類固醇注射好可能已經可以有效控制病情。如果等到後期，就可能要接受多次開刀手術啦，再配合放射治療。咁蟹足腫治療後會唔會復發呢？確實，蟹足腫復發率高，即使喺治療後蟹足腫都可能再次出現，但係咁並唔代表蟹足腫冇得醫。相反，一旦發現蟹足腫，更應該盡早求醫，及早完成治療，並遵照醫生建議定期復診跟進，直到病情穩定。越早處理，復發嘅風險越低。患蟹足腫千祈唔好諱疾忌醫。現今治療蟹足腫有好多唔同方法，實際治療方案取決於蟹足腫嘅大小、位置同嚴重程度，以及患者嘅整體健康狀況同病史。如果有疑問應該諮詢醫生意見。希望今日嘅分享可以幫大家正確面對蟹足腫，及早醫治。我哋下次再見。